心情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全地变照，为这个消息，我欠伊憔悴。颂香甲悲伤来离开阮的心中，愿上帝对天属天来的盼望甲喜乐，永远甲咱相见。各位兄弟，来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自今民主的圣地。我相信今仔日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日子。今仔日咱就将咱的焦点对准伫咱的上帝身上。请咱三甲来祈祷，咱将咱所经历的痛苦、烦恼，也是真心很主时咧忧闷、忧愁的挂虑的事，全来拜托，交代主的面前，摆咧伫主的面前。因为咱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是为咱为劳苦重担的上帝。咱若是家己来排这个重担，咱无法做真做一个清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调起伊。所以，即是咱用祈祷，将咱的挂虑、将咱的忧愁，也是咱要感谢上帝伫咱心中所有美好的作为。咱若要献上咱的感恩的祈祷，咱很主时邀请兄弟姊妹，咱三甲将用祈祷来。甲咱的主三家来，咱三家来祈祷。主啊，要感谢你，我相信今仔日是一个祝福的日子，今仔日是一个敬拜你的日子。主啊，要带着一粒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主你的手宝座前。无论即摆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有时是空隙，也是身体健康的问题，有时也是家庭的问题。是人际关系上的困难，也是经济上会拄到的艰难。主啊，要将一切要交托主你的身上。阮今仔要重新将焦点来对准你，因为阮深知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三角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经历一个更新的稳定。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相信我邀请兄弟姊妹，咱将咱献出咱俄勒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逐工来俄勒主奇妙的作为，来传扬主伊的救恩。因为咱的主是至高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宰。既然有喘气的，拢伫你的面前来欢呼，将荣耀来归于你。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我们来俄勒你，我们逐工来称颂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来传播你的救恩。来欣赏你是至高的神，是独一的主宰。既然有喘气的，拢要伫你的面前来欢呼，将荣耀归于你，搁来尊荣你。而若你是创造主，是掌管宇宙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宰。主啊，当阮而若你的时阵，一切对敌的捆绑拢要透开，黑暗的势力要被震动，恶者的作为要完全被消除。我们而若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掌管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主，我们献出我的祈祷伫你的面前。相信咱嘛为着咱来诉说主的恩典，
咱献上咱感谢的祈祷，也为着咱头前面对的挑战，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哦，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真正，你确实要兴起清心的人，你是单纯爱来听你，爱慕你单纯是专一来追求你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逐工透过读经祈祷来亲自来望你的恩典，互你的光来遍照阮所有会众。主啊，互阮来搁较深来回转恩你，来听爱慕你，也切较无你的话语。阮的心思意念要来被认真，互阮的性命精神搁较像基督，真做你所欢喜的人。主，我们将阮的一切恶乐拢归伫你，因为你是阮的主宰。阮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只是咱嘛将咱所有的罪摆咧伫主的面前。咱是有罪的人，但毋过咱常常犯罪，拢无知觉。有时咱得罪神，得罪上帝，甚至咱得罪咱身边亲近的人，咱拢毋知。只是咱将咱所有的罪交托摆咧伫主的面前，恳求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来洗净咱所有的罪过。咱将咱的罪全然交托，咱三角来祈祷。至圣至悲，至圣至圣，赐了人民的悲。这是阮谦卑拍败伫你的面前，阮承认阮的软弱，阮承认阮定来做歹，阮平淡来行好，阮常常来犯罪离开你的正道，浪费你赏赐阮的恩赐。总是主啊，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主啊，恳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罪，互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互你的光伫阮的内面来活，互阮来行你的道路。主啊，只是恳求你的信心内住阮的内心，成做阮的保惠师，成做阮性命的帮站，互阮圣洁无瑕疵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搁一摆来敬拜你，阮要学了你的性命。到永远，我们的感恩、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嘛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兴起富强教会，一间传福音、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有主的听的教会，互富强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这个城市祝福的管道，咱社区嘛为着牧者团队，中一同工，甲全一个同工，甲每一位会友，咱来祈祷，互每一位富强教会的人，拢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相信咱嘛为着富强教会，逐个家庭。甲白厅中的肢体，咱嘛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的圣神，甲所有家庭，甲所有白厅中的兄弟姊妹，三甲地地，主的恩典扶持怜悯，这是临到因的心上。特别有亲人丧失的，咱特别为因提名来祈祷，恳求主安慰的灵，亲自甲因同在。亲自用信心来安慰因，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主耶稣，求主你持续施恩赐福伫阮富强教会，互众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信心、疼惜甲恩望，互富强教会继承优良的传统。是一间充满上帝听的教会，互富强教会人人成做基督传福音的精兵，
来军队牧师团队追求同一的理想，同心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在阮的生命中，持续来做福音的见证，互阮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影响更较多，带领更较多的人来认捌这个至悬、至上、至真的上帝。主啊，这是阮嘛会常时为着阮的中一同工牧师团队，阮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感谢你呼召一群好的牧者团队来牧养阮，佮竞选一群愿意委身乐意服侍中一专职同工，来完成教会所有的事工。主啊，求你赐了甘心服侍的心志伫心上，求你赐了合一伫中间。互因透过服侍，更加来较无亲近你。主啊，你嘛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成做你的好关系。你嘛是持续祝福伫因的家庭工作，互因的身心灵拢得到健壮。无论伫啥物职位服侍，拢会当荣耀你的名。主啊，这是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阮需要你的医治。我嘛需要你的怜悯。我有真多兄弟拄着健康上的病痛的问题，嘛有拄着心灵忧伤的。主啊，求你的看顾，你的医治的圣手，就领到每一位需要的人身上，互因早日来恢复健康。我嘛为着失去亲人、失丧亲人的家庭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的安慰，你的望就临到这遗族，你亲自拭去因的目屎，成做因的瓦壳。主啊，我们将一切献上你的面前，愿咱的恳求、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这是咱嘛为着台湾，复兴台湾正教会来传扬福音。也为着咱台湾这块土地，来献上咱的祈祷。咱知影，咱台湾最近有足侪纷争，尤其是伫新的赖总统就任的时阵，立法院新就任的时阵，伫这个动荡不安的时阵，咱搁来为咱的国家、为咱台湾这块土地献上咱的祈祷。咱嘛常是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我们将今仔日2场礼拜交托完全交托伫你的身手。主啊，你引带阮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将今仔日2场礼拜献上你的面前，由你引带看顾保守。主啊，特别为着无数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献上阮的祈祷。主啊，你亲自来教我牧师，互伊出嚟讲、随嚟讲、说出来、讲出来，拢是对你遐来的话语，互会众拢会当来领受对你遐来的问题。主啊，我们为着阮这个国家献上阮的祈祷。主啊，阮要伫赖总统甲新的执政团队，主愿你的贵重的膏油来膏我因，愿你福音的大能拢会当领导因。愿主赐福新的团队，有和睦相处的稳定，得到耶和华敬畏上帝的心志，来带领咱所有的人民来敬虔，来度平安，来过日。主啊，我们为着阮这个土地献上阮的祈祷，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将所有的纷争拢来平散，互大家望门。无论是政府、立法委员，所有地方的政府，咱拢有一个合一的心志，互台湾成做一个被上帝祝福的所在。愿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安尼感恩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为一个土地，我心心祈祷，我主的真理，那更大。
就是邀请兄弟姊妹，咱若会使，咱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三家来用这条诗歌来敬拜咱的神。为这个城市，我欠比较多。我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愿全力我把天地，愿你顾工人，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我把天地，愿你顾工人，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愿全力我把天地，愿你顾工人，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我把西北，愿你顾工人，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主，我们将所有交托伫你的手里。主，我们用信心来代替忧愁，用娱乐来代替土气。主啊，你呼召活出大信心，选择看到稳定，不是看到困难的生命。主啊，你的永远应允，永远无改变，你的主爱永远无离开阮。主，你是奇妙的上帝，你的作为是何等奇妙。主，我们行你的道路，因为道路是公义，是公义和真实。主全能上帝，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世。真实，基督救主耶稣，荣耀尊贵圣洁的忧歌，万人跪拜，主你最起。
你是创造主，你是咱拯救，你着上我，你是主，上帝的祝福，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困难，我乐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咱拯救，你着上我，你是主，上帝的祝福，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困难，我乐你，耶稣我困难，我乐你。咱们来讲耶稣，我困难，我乐你。将一切荣耀归伫咱天顶的父。这是咱来唱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乱出世以来，创造一切的阻碍。地面上的万世下，无论前后你尊名，为着大事的经历，无论你水无边，山水月嘛无光景，日月星星照光明，地面上的万岁声，无论前后你尊名，为着你嘛的福气，为着心心的欢喜，使阮五官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中，地面上的万岁声，无论前后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姊妹父母情，天经地寿好朋友，关心看顾个温柔，天白上的万岁声，无论前后你尊名，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小事愿人类。生是君殿甲认证，地上生活较应性，天白上的万岁声，无论前后你尊名。阿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阮用这首诗歌来献上阮满满的感谢。是啦，美丽地面、灿烂的星辰，阮一切所看见的，拢是上帝你的疼、你的恩典所造成的。所以，阮认捌主就是大圣阿罗主，是你创造，无有任何的偏私，拢赏赐予正人类，互阮大家伫你所疼的环境。所创造美丽的地球，通享受一切好物。主啊，这何等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每一个人拢承受的，拢得到的。所以，阮来到你面前，用感恩的心来求问你，也为着阮任何上帝你赐福的好来献上感恩。为着阮所看见拄到的，阮的家庭、阮的亲人、阮所接触的人。因所带来恩典，也献上感谢。因为上帝你奇妙会立你，伊奇妙会带领，
互阮通领受这款的祝福。主啊，愿阮今仔日的敬拜荣耀归于你。伫这个连续假日的时，阮通甲这段时间分别做成，来到伫你的面前，用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帮赞，用诗歌、用祈祷来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愿主的圣神掌管今早起2场的礼拜，也依据所有伫同时阵进行的教会事工。愿上帝恩典，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你地，感谢你。阮伫你的面前，用这款的谦卑祈祷，是要领受上帝至无比的疼甲恩典的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又按徛底，咱要来坐念使徒圣经，来明白，来告白咱的信仰。咱坐念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流比勒多人来受苦，定是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真正的地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愿。阿门。大家请坐。这时，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8篇诗篇23篇。由我来刻，会众来印。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互阮会当随望，阮有时阵身躯有病痛，心神有软弱甲忧愁，生活有艰难甲困苦的时，阮犹原会当交托仰望你，因为你的施恩甲怜悯，互阮失志的时得到安慰，跋倒的时得到扶持，心灵对善车真多富足。相信有你的引带，阮犹原看去头前的毋望。我要高举你施恩的宝座，谦卑认罪悔改，拄起阮的自私甲无够业，有喜乐的人生观来行光明的路，伫社会上来做光做盐，互人毋望。今仔双十也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定的关怀亚洲纪念之日，求你互阮有一个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主你三甲同行，也借着信仰的反省，关心亚洲地区的教会甲人民，透过纪念主日的礼拜，献上阮的关心甲代祷，祈求上帝保守，互亚洲的人民伫福音的下面胜过暴力，得到心灵的平安。阮伫遮更加要为台湾这个岛屿来祈祷，祈求上主看顾保守台湾这个国家甲百姓。有主的平安甲祝福，互阮会当伫疫情后新的生活中，会当更加去关心社会弱势的处境，主动伸手来真做因的帮赞甲祝福。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只是咱来享受上帝的话语。今仔所要读的圣经节是记载伫两段。第一段出埃及记14章21节到25节，第二段希伯来书11章第6节。现着由我来读。出埃及记14章21节，摩西伸手击海，上主互真强的东风吹几暝，互海水提去，海成做大地，水分做两边。以色列人落海中行大地，水伫因的双边成做墙壁。埃及人对入因，埃及王所有的战马、战车、甲马兵，拢对因落去海中。到天要光的时，上主对云条甲火条中间落看埃及的军队，拍乱因的队伍，互因的战车的链甲掉咧，行袂去。埃及人就讲：咱着赶紧走，离开以色列人。上主为着因来拍咱。圣经第2段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圣经读到这，此时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万福的上帝。献诗煞，咱要请校牧师来正道，伊要来传讲的信息是人生红海安度法则。
通过圣歌队带咱这首水的诗歌来学了上帝。感谢主，互咱伫这个端午节5月节的这个假日，大家有缘，甲这段时间分别做圣来敬拜上帝，这是咱上大的恩典。咱要做伙来学习主的话，咱大先来祈祷。主啊，主，阮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啊，听痛，赏赐阮这个时间伫你面前自执。主啊，阮的身心灵伫每一日的过程中间，有主你通倚靠，甲主亲近，这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祝福。阮珍惜这个，也保守这个。愿主也通过你的话，成做阮属灵的开力，互阮伫人生的日子，因为有主的同在，阮就哪来哪勇行，哪来哪奋进，哪来哪领受伊的恩典祝福，通荣耀你的性命。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姊妹，咱今仔日三甲来学习这个圣经内面上出名一段故事，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到底互我咱有甚物款的启示呢？几啊千年前的代志，甲今仔日咱人生有甚物关系呢？这是咱要对这个故事来学习到的。人生红海到底是甚物意思？咱要安怎来度过这款的红海？出来及记14章20到25节，这段经文咱只干那接伊这个20到25节拿定。这段就是摩西伊举竿伸手来指着海，就是这个红海。因是安怎会来行到红海呢？这个故事咱有闲会当伫咱小组，也是咱转去的时阵，会当对14章第1节开始读。对第1节开始读是，因为上帝亲自安排这个剧本。因为当法老王因的国家埃及未堪这10个灾害，咱拢知影迄个出埃及另外一个出名的故事，就是10个灾害。最后一个是埃及的大囝，拢是一暝中间死失去啊！埃及的法老王未堪就讲安尼好，恁这群人实在是足歹处理的，赶紧走，赶紧走，放因走。但是14章的第1节讲起上帝甲摩西讲，叫伊伫咧离开的过程中间，请伫红海附近的一个所在扎营，意思讲毋免直接走。咱知影啦，当要追求自由追求咱遮的对敌的苦待，咱应该是走愈近愈好啊！写上帝要安尼安排呢？圣经记载讲，上帝雕工要用一个迷魂阵来互埃及的法老王误会啦。是讲这群人走袂去啊，因为伫沙漠中可能找无着路啦。事实毋是，上帝的天使、上帝的分条拢已经甲以色列人带好啊，只是上帝一个计划，就是要互埃及的王甲伊的军队来尊敬上帝安尼。所以这个故事呢，伫这个情形的下面，埃及王真正误入陷阱啊！就讲这群人遐侪人走袂行啦，就准备要派队兵来甲因掠倒转来，伫这中间，圣经记载讲因的战车有600只呢，军队是安尼非常的勇猛，阁有战马、战车，阁才会骑马的兵安尼要对入安尼。这中间阁发生一个小可一个冲突，也是讲一款的冲突，就是当以色列人无了解上帝安排。看见后壁的队兵，埃及的队兵迎来啊！迄个时阵就开始咧怨叹摩西啦14章的11节讲，因对摩西讲：难道咱伫埃及无壮心的所在吗？是安怎要甲咱带到来旷野来丧死呢？你甲咱带出埃及，你看，你做甚物好事？上帝事实是雕工两边拢要试验啦，试验埃及兵。嘛要试验这百姓，到底是安尼？
若讲对路的，也是真真正正要追求自由咧，啊，无怪一个听见危险的消息，就对摩西来埋怨啊！啊，所以才会以色列百姓讲一句，互人若要做领导者吼，迄实在是心中爱有会坎折啊！因甲摩西安尼讲呢，讲吼，我甲恁讲，莫管阮的代志啦，互阮去埃及做奴才好啊啦！讲做奴才比伫旷野死较好安尼。你甲想，当一个领导者啊，用心计较，啊，受上帝的呼召，讲来吼，咱来甲遮百姓带出埃及，互伊毋免逐世人拢做奴才啦。啊，做奴才做惯势吼，会习惯呢，变大走，你敢知？迄就是咱吼咧饲狗啊，嘛是安尼啦。饲狗你甲拔久啊吼，啊伊就袂走啊，安尼。啊，这是人的一个软弱的所在。但是摩西安怎应答讲？伊讲毋免惊，徛好在。今仔日恁要看见上帝安怎救恁，恁无阁看见这埃及人，上主要为恁来作战，恁爱定睛。啊，所以圣经就接来到这个所在，上帝来甲摩西讲：你免惊，迄拢我安排好啊。你举竿啊，往海冲去，海水就会分开，以色列人就要伫大地来行。伊讲：我要互埃及人，因的心刚硬，因会入去到这个海内要对入恁。但是我要互埃及的王甲军队来尊敬我。当我甲因拍败了后，因就知影我就是上主。啊，所以圣经记载讲，上帝天使原先行伫以色列的大队的头前，现在射到后壁面。分条要射到后壁面，隔开埃及人甲以色列人，分互埃及人陷入伫黑暗中，却照明了以色列人。所以规个暗时呢，因为即款迷魂阵吼，啊，互埃及兵找袂出到底以色列人伫倒位，因连要去拍因都找无路。啊，所以故事就直接到伫咱今仔日读的经节。讲摩西指海，上主吼真强的东风吹几暝，互海水提去。讲海正做大地，水分做两边。啊，就是照即个圣经讲的，讲啊，以色列人呢，因着行伫大地，啊，因为两边的水拢水强啦，啊，埃及人对入吼，啊，战争、战车、战马。啊，马兵拢跋落伫海中，到天要光的时，上主对分条甲几条中，落看埃及的军队拍乱因的队伍。你啊看，当上帝咧主导这样事的时阵，以色列人因是面对着困难。啊，这个故事安怎解决？就是今仔日咱要三个学习的所在。因为上帝互战车迄个链啊去加安地。啊，行袂行，埃及人就讲，咱就赶紧走，离开以色列人，因为上主为着因来拍咱。现在四位用这个话，咱要三甲来学习。当这个以色列人安渡红海的这个障碍，这是一个古代的故事，嘛是今仔日的故事。是呢，咱的人生甲这个故事有真大的关联伫咧。这个故事牧师先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咱来做一个归纳，就是。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以色列人应迎向光明甲自由。但是呢，这个抗战拄着红海的障碍就对啦。讲后有埃及的追兵，咱台湾话一句俗语讲：进无步，啊退无路啦。进到海咧，啊退吼，埃及兵遐凶猛，伫等你，啊无怪这以色列人吼。气甲咧骂摩西，讲你安尼好出头，甲阮带来遮，哦，连可能转来做奴才，嘛阁有一喙饭通好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迄毋是一个人的代志哦，是一个民族几啊百万人的代志。所以民族因要重生之路，一个开始，啊，甲就要结束啊咧。这何等？你若想做一个领导者，迄款的压力偌尔大，
迄百姓是一个咧讲呢，正人讲呢，啊明明都真正危险伫遮，你也嘛无在过即个以色列人安尼骂啊。但是好佳在，即个时阵领导者若乱去吼，真正即阵人就死无葬身之地啊。摩西斟酌听上帝的话啦，所以摩西的手甲伊的拐啊，正即上帝一个显现大权能的指挥棒。迄个变落也毋免出什么力啦，对毋对？迄个拐啊，一个指落去，就是伊顺服着上帝的呼召。摩西往海伸手，上主就掀起一阵强烈的东风啦，甲海水吹退。啊，即个新正吼，后来足侪科学家足趣味咧研究，吼，研究讲这敢真正有影，迄是啊神话故事咧。但足侪科学家有捌研究，用卫星，用遐个侪迄个潮汐，吼，啊用迄个当时的大自然，因讲吼，事实有可能，但且是上帝自然的作用，就是迄个东风一直吹的时阵吼，啊拄啊退大的时阵，海水退大的时阵，会有一条路，啊科学家拢用这个研究来印证当时的神迹就对啦吼。啊圣经记载讲，吹了一暝啦。海底会变做大地，水分开两堵墙，以色列人行伫大地过了这个海安尼。兄弟姊妹，红海为着以色列人来开了一个通道，却是互埃及人陷入去内底。埃及人是讲，哎哟，这群人吼，遐尼啊好搞运吼，啊，竟然会当过海，啊，我嘛是赶紧入来，无咧管你啊吼，恁以色列人。走入去，我嘛敢，啊，所以规个军队拢入入去红海内底安尼啊。但是呢，摩西因先行嘛，咱拄也有讲，迄个云甲埃及人炸掉的，啊，以色列人已经过不了啊，埃及人才追兵要入来，所以上帝互因有一个时间差，以色列人已经上去到对岸的大地啊，讲摩西搁在伸手，天光的时阵，水搁恢复原状啊。埃及人是要对水来逃命，但是上主甲因赶倒去海里。这是上帝所安排、所做的一个神迹。出来记14章27节。兄弟姊妹，这款的事，埃及人因为因着迄款的生气甲冤仇，因无顾着，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因也要照安尼做。对以色列来讲，这是神迹，是感恩；对埃及人是灾难，阁是毁灭。兄弟姊妹，这个故事互咱什么款的思考呢？咱看去电影内底吼，迄个出埃及记啦、十诫啊，这款图吼足多啦吼。这是在记载摩西这个水海，这个红海指落这个地这个变大地这款的图片安尼。所以以色列人会当对两边的水墙的中间行过来过红海吼，这是这个 Q 版的吼，这是迄个卡通的画看到讲两边的水墙安尼，你捌看过水墙无？应该足侪人捌看过，因为你若去水族馆就看会到啊，水族馆看哇，两边拢水，我行对大地过安尼，迄是现代科技啦用玻璃甲盖过来安尼。足侪基督徒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但即马嘛真趣味呢。咱足侪台湾人嘛知影叫做摩西过红海，因为牧师的故乡有一个所在叫做摩西红海过海安尼，大家拢会爱要去行遮就对啦。这个看起来是有够神这故事感觉足神，因为这是其实是一个无人的小岛啦，离开平湖的迄个大岛中间毋知什么原因，迄个海影伊的两边会甲遐石也是遐沙拢甲压伫中央，所以呢，当退潮的时阵迄只人客就会当行这条大地过迄个小岛，袂使过伤久，因为过无几点钟迄个水就搁涨起来
啊，你著爱撩水啊，啊不然若伤过慢吼，你那个叫人船啊去甲你载转来安尼吼。啊，所以变做平湖去平湖佚佗的遮游客拢知影有一个叫做摩西分海啊，讲对圣经讲过就对啦吼。啊，这暗时吼要暗暝时真水吼，你看当迄个旺季的时阵哦，遐侪人咧行，啊，到这已经小啊有水啊咧，嘛是要人要撩过就对啦吼。啊，这就因为潮汐的关系，啊，这个小岛，啊，互人感觉讲真趣味。啊，所以等于免费咧对圣经宣传就对啦。啊，总是这个故事呢，到底对今仔日咱有甚么款的帮助甲思考？兄弟姊妹，你的人生敢捌拄着红海？这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啦。当我咧讲起这个题目的时阵哦，有人问讲啊，这什么意思啊？人生红海到底是什么叫做红海？吼，你若唔知这个典故，你真正唔知红海、乌海。青海、大航海嘛有南海啊，啊啥啦？叫做红海。事实摩西的故事，红海甲南海变做今仔日时代吼一个典故就对啦。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伫生活上的譬如真多，特别是咱若看到一般的产业吼，人讲产业红海什么意思呢？代表吼，这个产业已经足成熟啊，大家小济咧做啦，吼已经饱和啊。所以呢，发展一定会拄着困难，因为大家小济嘛。咱台湾吼，因为你讲大无大啦，啊小嘛足小，所以台湾人吼，大家拢会小济小对。啊，咧做手摇饮的啦吼，较早咧做蛋挞的啦吼，后来吼，佮做一寡店吼，伊开你就对伊开啊即间店吼，根本就无生意啊，因为大家小济嘛，迄叫做红海，因为吼，大家小济要趁。即个大饼啊，分的都无去啊！哦，所以迄人家讲这是产业的红海，但是呢，产业蓝海就无共款啦。代表你开创一个新的领域，啊，充满各种的机会。啊，你看找着路无？你让开拓无？啊，特别今仔日的产业吼发展有够紧的啦吼，咱都讲对袂着。啊，遐有头脑的人，有眼界的人。像咱今日周报写的，迄个有鹰眼的人吼，迄个文章所写，有鹰眼的人看会着讲啊，这是新的趋势啊，赶紧来投入，提早投入的人，啊，伊就产生了效果安尼吼。啊，所以蓝海甲红海是咱人生常常会拄着的。要毋过咱到底红海是什么意思？咱正人大家各人的遭遇。甲所拄着的拢无一定相共啦吼，大概人生的红海是会拄着什么？大概即几项啦，走袂开啦。有的人伫细汉成长的过程中间无顺遂，拄着挫折，甚至有的可能伫家庭无平安、家庭无幸福的中间拄着的心灵的挫折，有的是过程的中间互人霸凌，啊，所以产生人格上的差异，这是一种红海。因为你行袂出来，有的人就是因为安尼人格上、甲人际上产生真大的困难，甲人咧斗阵无法度人真安稳，啊，所以迄就是你的红海。较侪人是伫工作上、伫事业的顶面、伫学业的顶面，你的选择拄着困难。到底即个时阵，我来，咱真多是升学季嘛吼，啊，即块大学生到底是要读啥会较好呢？吼。啊，去倒位读较好，啊，读什么科学较好，科目较好安尼。我有听见咱的兄弟有咧讲啊，有个囡仔吼，伊足有独立性啦。伊讲我考到大学，我无爱住台南啊，我要来去别位发展啦吼。迄就是伊家己的一个挑战嘛。啊，顶日伫迄个网络顶面嘛，有人哦，啊，趣味咧问啦，讲我的囡仔哦，考这个成绩吼，啊是去读南一中的后段班，啊是来读迄个第二级的学校的前段班较好。讲连这也咧问就对啦，就讲哎呀，我都为着囡仔操烦咧。有影，足侪人伫人生拢会拄着红海，啊，到那边啊进行有困难。咱个往往有时发现讲，咱有拄着经济上的红海、财务上的红海，甚至家庭的关系嘛拄着困难呢。夫妻的感情，囡仔啊无听话，啊袂当照咱的意思，还是讲咱甲伊沟通有困难，这拢是咱家庭的困难。
常常拄到的是咱拄到身体上的健康的问题，这嘛是一个威胁。所以兄弟姊妹，人生的红海是济啦，啊无共款，逐人所拄到的无共款。兄弟姊妹，你捌想过无？我捌拄到红海无？还是你感觉讲啊？感谢上帝，我一生吼拢足顺遂的啦，足幸福的，毋捌拄到困难啦，因为我足乐观的啦，安尼。那安尼甲你恭喜，也毋过咱会通对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来学习着，因为咱无法度通去预料，什么阵会拄着红海哦。有时是你家己选择的，啊行的路煞拄着；有的是即个环境互你的，你避免袂了。咱人生常常会拄着红海，因为咱拄着困难、危险、阻挡。毋过，请会记得，这个是人类成长的操练啦。咱毋通过头的惊吓，啊就要闪。有时是成就理想必须要经过的路。意思是，红海你未前的就先惊。你就会亲像这以色列百姓，啊未平安就自乱阵脚，甚至若有人伫中间在弄歹话，讲紧哦，倒哦走哦，有可能就会变做踩踏事件，你敢知？大家小济要走，啊弄落到地吼，对敌也袂来，啊咱就家己先失败去啊。有时咱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到？最近这个月吼，咱台湾变化实在有够大啦吼。原来咱一般吼想讲，咱有20吼，啊总统就任嘛，小可欢喜一下，快乐一下啊，啊都也无用通快乐啦。啊，过转工啊，正前吼，就拢发生这个青鸟事件啦吼，青鸟行动啊。啊，无管你支持倒一边，你就知影讲，台湾吼，安尼还佫无平安呢。我代志遐那遐舞遐多，就舞遐大条安尼。哇，舞啊差不多吼，规个政府拢徛袂牢，要放的感觉啊。啊，毋过佫真奇怪，一礼拜乱吵乱，突然间吼，全世界迄个 AI 的大咖吼，拢来台湾啊。一日到吼，遐新闻拢无人要插啊，干那要看即个黄仁勋啊。吼，啊，要咱台南的2个子弟啦，苏之峰啦，吼，啊，佫加上一个家己的即个梁建厚啦，哇，比影星、歌星佫较出名，吼。迄外国的媒体甲伊讲，亲像早前迄个披头士，啊，迄死过去，大家拢相坐要做安尼。啊，到底是甚物原因？好像咱台湾吼，哇，迄个气甲都，啊，原来是感觉讲，哦，啊，中国的军队，啊，佫中国的。迄个飞机死过世啊，台湾是要倒啊，是毋是安尼？你毋过一个这 AI 大咖来哦，哇！讲台湾煞请啊，安尼全世界大家拢咧注目的焦点安尼。啊，这个飞机甲转机同时间发生，迄就感觉讲对咱来讲足大的感触啦吼。啊，这个我想着讲啊，即摆这个台北的这个电脑店吼。这个上界出名的这个黄仁勋，伊的故事大家拢咧相前咧像咧报道。这个黄仁勋吼，1993年创设因这间 NVIDIA， 伊伫30年前，伊就要行一个 AI 啊，这个运算的这个路，迄阵根本都无人要插伊啊。伊讲吼。伊有200差点就破产啊！啊，所以意思讲30档都无人去插伊就对啦。吼，啊，到旧年人才知讲，有即个人呢。啊，所以伊个公司突然间，哇，一系大爆发啦吼。啊，那即个故事咱真侪人知，比我较熟。我是要讲伊家己的心路历程，伊家己讲一句话啦。伊讲无有任何一件伟大的事是容易办到的。意思讲吼，伟大的代志啊，毋是安尼啊，像倒顶泥柑啊，摸一就好啊。伊讲一句话，真侪咱今仔日的主题一个对齐印证就对啦。伊讲
想要做伟大的事，并无简单。大生啊，忍受痛苦，拼命打拼，啊，搁要克服真侪困难，解决问题，进一步才会当真正欣赏、认可家己所做的一切。你看，是先痛苦甲解决问题呢？今仔日伊安尼死过去啊，食一个夜市啊，吼食一个路边小吃，大家小济报价。伊若是一个普通人，你看有人要报无啦？啊，问题伫遮，迄30档的艰苦有人看到无？啊，就干那因太太甲支持尔。啊，伊感谢这个梁建厚，因为梁建厚伫30年前就讲，你做的这是对的。啊，这人的眼界真困难去预测。今日伊若无成功嘛，无人会讲伊的故事，敢毋是？但是伊讲这个问题，拄啊好是咱人生所必须要面临着，所都要拄着的。我会记少年时阵在做兵啦，吼，做兵啊，迄阵阮的时代做兵就是2档3档，吼，无人互你拣的就对啦。吼，啊，迄个行军啊、操练啊，迄是偌艰苦的，啊，去外岛搁较毋免讲安尼。所以迄个阵足侪做爸母的吼，对囝儿足烦恼。哦，去派去困难的单位吼，真歹过日，甚至无细字吼，性命无去嘛有可能呢。所以我会记阵伫咧做兵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少年囡仔，伊就想足侪办法运用迄个关系啦吼，运用什么办法就是会当求顶师啦，吼，伊的长官互伊一个闲缺，互伊一个安尼轻松的工课，毋免操练坐办公室的安尼。啊，迄是人的一个本能，想讲吼，会使免艰苦，啊，我回去食军中的饭啊，吼，啊，我做算馒头吼，啊，艰苦嘛是一日，快乐嘛是一日，迄是人一般会拄着的啦。但是我有看到吼，有一寡少年囡仔，伊知影讲，平常时我想要操练都无一定人会当互我，啊，我就借这个机会来互上艰苦的甲操练看嘛咧，吼，体能的操练嘛。吼啊，去徛卫兵啦，条工经迄2点到4点的安尼啦，啊无共款的个性。后来即款的人出来社会，你想什么人会成功？遐会愿意经选困难挑战的人，因为已经经历过困难啊，新的困难就对伊无过是问题。咱基督教来中国，吼宣教头一个宣教师叫做马里逊 （Morrison）。这马里逊吼，伫19世纪的初时阵，伊听见讲中国是一个足侪人徛起的所在，东方的所在，啊，伊就开始祈祷讲上帝啊，叫你派我去宣教。当英国迄边的宣教会要甲伊指派的时阵，问讲你伫亚洲倒位，你感觉想要志愿要去的？伊敢若讲一句，讲我求上帝吼，派我去上困难的所在，派我去上无简单的所在，互我试看嘛咧。啊，这个莫里森就是这个马吕逊吼，伊真正受派来中国。迄阵来中国要传福音偌困难，你敢知？迄阵伊是英国人嘛，英国的船吼，伫运输的船吼，毋敢载宣教师，因为清朝吼就禁止人传教嘛，禁止人传福音，所以伊甲英国遐个迄个船的头家讲，恁若载宣教师传福音的吼，我就要甲你禁起来，要甲你扣起来安尼。啊，所以这个马吕逊吼，要对英国来中国，无法度人照伊原来的航线，因为英国船毋敢甲载。伊吼专工佫坐对大西洋过啦吼，去到美国，美国那个转对迄个南美洲咧，走坐9个月的船，才来到中国广州。这个马里逊诚做中国宣教的先锋啦，吼！伊的故事，侪一人在甲纪念，因为伊甲上帝讲，互我去到上困难的所在，上无可能的所在。因为人有一个本能，
你若简单，你的能力就发挥袂出来。当你拄着困难，拄着失败，知影讲吼，啊，佫摕着无路啊，你的整个的能力就出来啊。啊，所以兄弟姊妹，无论是这黄仁勋所讲的，还是咱看见这的故事的考验，兄弟姊妹，咱有想到无？你的生命中有拄着红海无？你的困难是对倒位来的呢？是家己的原因，你家己做了想了无周至，家己引起的，还是这个大环境所引起的？韩国一直拢咧甲咱台湾吼，伫遮高科技啦各方的行业咧拼，进前韩国是比咱较好，啊最近这10冬吼，韩国突然间哇，真侪物件拢比咱较慢，真侪少年人吼，毋敢娶某，毋敢迄个建立因的家伙，因为因感觉讲生活无愿望，啊，所以这是韩国的问题安尼。啊，所以到底这个环境，因为整个韩国的这个大环境都安尼，啊，少年人自然都会困难。其咱台湾嘛是安尼，哇，产业发展的足发展，但是有的人要得到生活的富裕嘛真困难。啊，这个环境引起的，到底你有好好来分析讲，上帝啊，这个问题是出伫倒位？是我家己，还是环境，还是选择？当咱分析厘清，爱甲伊带到上帝面前。当你带到上帝面前，你才知影讲啊，上帝亲像带以色列人过红海，有伊奇妙的安排，毋是家己。爱乌白两乌白装，到尾吼啊，规身躯拢是伤，啊，毋过无效果。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习讲，人生的红海是你信仰来得到安度的法则就对了。你们则来度过这个人生的红海，就个摩西因所拄着安尼。有几项甲咱学习，第一项信心的法则。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的时阵，上重要是倚靠上帝。你毋通迄个时阵吼，爱慌慌张张，啊像人讲无头苍蝇安尼，你来安静落来，单独倚靠上帝。以色列人看到即款的场面吼，因信心无去啊啦，哦，一直咧责怪摩西埋怨，甚至哦讲迄款足丧气的话，讲啊，等来埃及做奴才较贵会去啊。但是好佳在这个神的领导者明白上帝心意的摩西，无因为安尼打退堂鼓，用坚定的语气讲：免惊，手徛掉，看耶和华今仔日往你所要行的救恩。共款拄着问题，迄种无信心软弱的人就讲无埋怨、怨叹，但是有信心的人讲，这拄好是上帝要显示伊的大权能的时阵。兄弟姊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是运用信心，啊，无信主的人哦，伊会倚靠感觉、经验、知识、科学，也是理性。伊足侪物件要来支持伊的想法，但是基督徒只要相信，就会做人所做袂到。这是足奇妙。基督徒吼，无一定比别人较巧的，读册嘛无比人较悬，对毋对？但基督徒要有成就。毋是在于你有甚物款的才调，是在于你的信心。干那这项你会当赢过其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咱拄则有读到的圣经节，讲人无信心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若是到上帝面前的人，拢要信靠上帝存在，而且要信伊要报赏追求的人。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就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为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所以兄弟姊妹，咱人拄着的红海其中一项就是病痛，这是一个人生真难得去避免的一个挑战。但是基督徒的态度是爱安怎？你当着人生病痛的红海的难处的时阵，有人会讲：哎哟，啊我哪会破病呢？啊我也无得罪到甚物人，啊我对上帝啊足认真啊，
敬拜是安那，我做有啥物毋对咧？哪会互我得到即款病呢？但是有信心的人会安尼讲，这是足大的挑战啦吼！伊讲感谢上帝，互我得到即个病，感谢主拣选我，借着即场大病，互我经历到上帝医治、耶稣的医治。所以，当即两种心态，到底是倒一种心态会帮助你咧？你会当安尼讲，讲我为着我的关节炎来感恩，为着病痛、胃痛来感恩，为着上帝即个痛痛来感恩。伊讲我奉耶稣的名感恩，求主来医治我。意思讲，我拄着即款的埋怨都袂赴啊，哪会要感恩呢？咱想着讲，顶2礼拜，咱看到即个亚东剧团来到咱遮吼，咧演戏有无？伊讲即个姊妹啊，拄着人生的红海啊，伊互人家带去教会啦，人甲伊讲哦，你都爱感谢，你都爱学老，你都爱为着迄个对德来代祷。伊讲我人生都安尼，你阁叫我祈祷，但是安那当伊念头一个转，开始学老。开始感谢的时阵，规个社会、规个世界拢对伊咧转啊，就对。这是基督徒较经历得到的即款的议题啦。你若讲互人听，人讲你这人大概头壳歹去啊，才会安尼想啦。所以当咱得到医治的时阵，你意思是讲，我就是要经历上帝的医治。上帝是我的上帝，我亲身经历过，伊救我脱离患病甲死亡。兄弟姊妹，小等下。咱讲着说，咱要做一个医治的祈祷，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上好的态度。你爱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这个病痛，是因为你要显明你的医治，你的大权能，你的头白。圣经咱常常读的经节，腓立比书4章6节，讲因凯无伫看路啦，你要凡事照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要所爱甲上帝讲。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要通过耶稣基督来保守咱的心怀甲意念，就是这个，就是咧印证着你的信心，要互咱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二，更较清楚的是咱祈祷的法则。伫危难的时阵，用祈祷甲问题交托给上帝，伊就会帮助咱。摩西伫危急的时阵，上帝祈祷，要我吹大风，互海水一暝中间来提起，水分开。海就成做大地，一切人伫海中行大地，水池的中间来成做围墙。这是祈祷所带来快乐。第三，确信圣神的同在，圣神的法则。当圣神充满伫咱内面的时阵，对敌就唔敢活来。伫这个时刻是活过圣神的带领。咱看见撒迦利亚书4章6节安尼讲：上主吩咐所罗巴伯话是安尼。毋是我靠权力，毋是我靠才能，是靠着我的神。第二个圣经，使徒行传1章8节头前句，伊讲：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能力。哥林多前书2章10节，毋过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的事对咱启示。圣神彻底知万事，连上帝深沉的旨意嘛知。这是圣神互咱。具备互咱会晓去找伊无？咱会晓追求讲圣神啊！我拄到这个困难，拄到这个红海，问题是要怎做？后壁有对兵呢，头前是红海呢。第4项是上帝话语的法则。你爱互上帝话丰丰富富充满伫你内心，所以你当遇到困难的时阵，上帝就会用伊的话来带你啦。这是你的智慧的来源。白白你拄到困难。咱拄啊讲，有人埋怨，有人怨叹，有人怪别人，有人是讲上帝啊，你要互我伫这困难中见证你的荣耀，就心态无共款，信仰、信心无共款，就变化。所以，即摆咱推动读圣经，毋是讲都是一个活动啦吼。圣经常常熟读，增加咱超越困境的智慧甲能力。因为你拥有上帝的话语，就是拥有一切。上帝照伊的话来行事，所以咱来读经、默想，相信上帝的话，爱祈祷。上帝互以色列人出来及了后，
这个故事，因行伫危机的旷野，是为着要咱对这段历史看见上帝是甚么款的上帝。意思你若无了解出来记的故事，无了解上帝伫以色列中间行的神迹，你圣经唔知，你就唔知有这款伟大的故事，上帝行神迹的故事。啊，所以你读段圣经，目的就是互你这个时阵，当你拄着红海的时阵，以色列人行会过，我嘛行会过，这就是读圣经的重要。因为譬如讲，上帝若无互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就无需要降吗哪，互苦水变甜的水，互盐吞杯内对石盘中出水。若无互以色列人过遮吼，啊，咱看袂到这个故事咧。啊，所以咱无法度读到这个神迹，因为以色列人无经历嘛，咱无了解上帝是甚款的上帝，咱就无法度人相信上帝，咱嘛袂甲上帝祈祷。所以圣经的话语当充满伫你内面时，你人生拄着的困难吼，拢离袂开圣经内底所讲的。所以圣经的信心甲丰盛，就会成做你的困难。最后一个是救恩的法则。基督徒生命上宝贵的就是有上帝救恩的赏赐。因咱知影讲，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来死，我领受着这永远生命的愿望。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解决的办法。你人生拄着任何的困境，你都知影讲，我已经得到啊。这是一个人信心的上根本，因为咱会当到上帝面前。以色列人安然渡过红海，埃及的兵才淹入水内，这是两个差别。相信上帝的同在，你就是拄着困难，你拢知影有主的平安甲你伫地。但是即位，咱确实人生会拄着真侪困难，但是透过这个难处，互咱更较显出上帝的荣耀。希伯来书10章38节到39节，安尼讲：我的义人要因为神来得到生命，那是，但是却有人是退却吼，我就无欢喜。咱毋是退来沉沦的人，咱是要有信心来得救的人。台湾话安尼读，毋过属我的义人为对神来活，若有人中途退后，我就无合意。咱毋是退后得到沉沦，是对神得到生命得到保全。今日即话，人生的红海，逐人所拄着的遭遇拢无相像，但是咱若有人对徛伫红海的面前，请会记你兄弟姊妹，咱毋通先惊吓，毋通先软弱，毋通先埋怨，毋通先伫迄个所在伫自乱阵脚。请会记你用着咱头前所讲的，这人生安度红海的法则，赢过仇敌，突破极限甲困难。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这毋是要学习这个生命胜利的办法吗？请会记你，甲实用出来，甲行出来，互上帝你心上，就亲像以色列百姓经历着神迹同款。请会记你，神迹嘛同款要发生伫你的身上。你是毋是有亲像摩西的信心？你是毋是有亲像摩西举起正手，举管啊，指出这个人生这困境的红海咧？这是咱每一人的功课。愿咱大家通过这个法则，拢得到真大的信心甲开力。兄弟姊妹，咱线接要三甲，为着这需要的兄弟来做异地的祈祷。我要请咱的同工，这敬拜团的同工来帮忙来传这条诗歌。伫咧传诗歌的时阵，咱要请兄弟，你有肉体的欠安，你有心灵上的软弱，你有任何人生的红海艰难需要突破的，拢毋免客气，来到主面前。咱请敬拜团，咱的祈祷团队，咱的长老以及咱的小组长，若看有需要，咱拢来到头前来做服侍祈祷。毋是你有什么能力，是你有信心要靠上帝来，互咱经历着红海的神迹。咱来琴首诗歌的时阵，咱就请兄弟免客气来到主面前。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命中
下面客气哦，吼，勇敢来到主面前，人生的红海有上帝同在，咱就开力。你伫倒位？下面客气到主面前。我见一遍，咱请同工开始准备来服侍。主有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请咱楼顶免客气哦，哈，慢慢倒来，慢慢倒来。的忧愁，我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不管你是有肉体上的困难，还是人生所拄着的困难，以及你心内有甚物祈祷、望，拢免客气，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愿上帝平安甲利地，互你有信心来到主面前。咱搁念一遍，请免客气，来到主的面前，同心的来祈祷。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带着我心中。咱有同工来协助吼，有同工来协助来，头前有人。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虽然罪恶多苦担当，主的心为我自由。今日姊妹，咱音乐继续，互生命人做服侍，咱坐位的兄弟，你有缘同心来祈祷。你会当伫祈祷中，为着你的家庭有熟悉的亲人，你感觉有感动、有负担，要为着因祈祷的，有缘提名替因来祈祷。咱伫周报内面有这个肉体欠安的兄弟，需要来代祷的，咱也为着长期咧静养的、静养康复中的、近期咧接受治疗的。治疗的，咱拢为着因来祈祷，愿圣神的同在施温伫咱正内中间，咱同心来替因来做祈祷。咱音乐甲唱歌会能够继续。哈利路亚，主的同在临到伫阮的中间，而且会伫你面前，心灵、肉体需要代祷的，求主圣神来应允因的恳求，应因的祈祷。受神主赐了平安、甲医治，以及主你的听伫咧中间，享受上帝你的恩待甲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的同在，感谢主的同在。生活中的忧愁，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多苦担当，主的心会互我自由。咱音乐搁继续一个啊，咱来做个祈祷。音乐继续，感谢主，愿上帝临在伫咱中间，圣神的医治临到伫咱中间，感谢主。七位，咱做伙来读这则经节吼，读这经节。咱做伙来读这经节，坐声来读。雅各书5章15节，来，有信心的祈祷会救别人，主会予伊搁好起来。伊所犯的罪，
嘛会得到赦免。感谢主，有信心的是咱的祈祷。咱当心为着这个同工，也是咱需要带祷的人，三个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是啦，阮需要有信心。阮人生会拄着无共款的红海，肉体上会欠安。阮拄着人生、家庭、经济、工作，也是阮人际关系的困境。爸上帝啊，你予阮这个应允，当阮勇敢举手指引红海的时阵，主你的同在就会临到阮。你要予红海退开，你要予阮行入大地。爸上帝，阮为着伫头前才会受服侍祈祷的兄弟，无论是因有病痛、心灵的软弱，也是因心内需要主帮助的，求你来应允因的祈祷，予阮服侍带来上帝你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也为着在座位中的兄弟，以及阮伫线顶的兄弟，阮同心伫你面前所摆列的恳求甲祈祷，愿主你亲自来应允，予阮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伫阮中间的显明，予阮勇敢来为主做见证，就亲像主你的医治临到阮的时，阮就好胆讲：主啊，感谢你，愿你恩待我，予我得到医治。感谢阿老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为着这个祈祷的同工拍拍啊，来鼓励，谢谢。那请回座，请回座，多谢。慢慢来哈，咱请时间到，咱收会。这时，咱当心来奉献，特别今仔是关怀亚洲纪念主日，请兄弟特别来代祷甲奉献，回应上帝恩典。这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兄弟，请坐。这时，咱做伙来共读本月金句。咱请看周报的上下面，咱做伙来读，请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诗篇51篇第10节，咱搁读一解，请。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诗篇51篇10节。这时，咱做伙来看报告。下周是由詹牧师来正道，司会是杨圣杰执事。其他服侍同工奉献甲聚会消息，请家己过目底。这时，咱来看集体交通。第一项。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是关怀亚洲纪念主日。
总会设立这个主日，乃是要响应亚洲基督教协会的宣告甲福音的事工，邀请众会友借着信仰的反省，关心亚洲地区的教会甲人民，透过纪念日的礼拜，摆上咱的关心甲大道，互亚洲所有的教会会当迈向教会合一甲宣告，见证上帝的和平甲公义。第二点，本会定伫6月23下晡2点要召开第2季定期长职甲首长的联席会，请长老执事甲服侍团队的首长有备身来参加。第三项，本会定伫6月2到23，咱邀请嘉义英美教会潘庆忠牧师甲吕子龙牧师前来主持4场的培灵会，甲2场的造就会，请兄弟来有备心。细节咱家己来看。第四项，本会门徒的学校伫6月16下晡第1季到第2期的课程将近要来结业，咱定伫6月16下晡4点半，要伫教育中心美院举行学员的激励的分享，甲结业的迄个感恩的参会，邀请刘进典牧师来分享勉励。那邀请本届的门徒学校的第1期、第2期学员，甲全体讲师、现任的长职有备身来参加。第5项，主日2要定伫7月18到21，咱举办夏令营，我是 EQ 小主人。咱到6月30就要截止，请兄弟鼓励家长、甲亲友适合的人、小朋友尽早来报名参加。第6项。48果子学园暑期班招生，咱伫7月8号到8月16，为期是6周。那望招生的对象是国小3年到4年级的学童，名额15名，是免费的吼。所以请大家兄弟为着暑假班招生志工的招募甲筹备的工作来守望大道。咱看第7项，丧礼关怀。第1点，本会喜乐小组詹如姊妹的母亲杜月芬姊妹。伫6月1号安息别逝，享年67岁。定伫6月11，拜二下晡7点半，伫台南市殡仪馆和平堂18号举行追思告别式。詹如姊妹的家族也未信主，请兄弟为着家属来代祷，求上帝赐下安慰、信心甲力量。第2，本会雅比斯小组李美满姊妹的父亲李永华老先生，伫6月3号安息别逝。享受87岁，要定伫6月11下早8点，伫新营福园殡仪馆举行追思告别式。李美满姊妹的家族也未信主，但接纳空出来的时间，由雅比斯小组来办理基督教追思的仪式，请兄弟为着因来代祷，求上帝赐下安慰、信心甲力量。第8项其他消息，咱看第2点，爱心的午餐。和新的转角，因为咱端午的年假的关系，今仔爱心午餐暂定1届，新年转角有若是加提供第1顿的服侍。咱看第3项端午消息，因为咱后礼拜一是有若本会办公室休假，然后结束的时阵请联络夏牧师。本会嘛有足侪兄弟要外出来旅游，请为着因的出入平安来代祷。煞接咱请夏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我大先来做介绍新朋友啦，吼，来介绍新朋友。有一位兄弟叫做黄宪义，黄宪义弟兄有伫遮无？有伫遮无？来，欢迎你来参加，欢迎哈，欢迎哈，黄宪义，伊住伫即个鹿港，吼，是咱千里节后生啦，吼，专工伫咱端午节吼倒转来吼，咱台南的所在，欢迎吼。伊是伫鹿港遐有伫灵粮堂咧聚会，感谢主吼，欢迎你转来。属实咱伫即个年假吼，有外地转来的咱的兄弟，嘛有真侪兄弟出外去旅游，咱为着因出外一切拢顺遂来祈祷吼。拄则咱俊君执事已经有甲消息报告得真详细，我阁做一个重要的补充啦吼。咱母亲节的相片吼，咱有翕全家福对无吼？一个家庭送1张。吼，咱话已经登记好啊，现在伫楼骹1楼，请你下到1楼的大厅来领，吼，来领诚做咱安尼一年中间真水的记忆，吼，
较帮赞甲咱的即个留念就对啦吼。拄则咱有讲起着培灵做就已经报告几若礼拜已经1、2个月当头一个要甲咱报告的，就是讲内面的资料内底吼，因为即个题目吼小可有修改所以呢，咱看周报内底大概是有修改过其中2个爱补充的，头一个就是讲，伫拜六暗时，有一个即个培灵会的主题就是有关异地所以即个潘牧师有联络牧师讲迄暗因主持的时阵要特别为着兄弟需要带倒病痛异地来祈祷，就今日早起安尼所以你若有需要带倒的，咱会当迄天准备好，要求主赐落异地通过即个2个牧师的服侍甲即个教会同工的服侍，大家为着即个异地的祈祷来参与，是拜六就是迄个6月22暗时的拜六。佮另外一个爱补充的，就是讲，咱即届即个英美教会潘牧师夫妇要来咱遮培灵咱的小会有接纳讲，因拄好要搬煞新的礼拜堂，伊迄费用是算讲真可观就对啦咱想讲既然你来到遮来培灵阮也问讲教会咱甲你斗乌宴就对，所以迄天礼拜日6月23咱有要业奉献地互咱来为着因毋是建堂，因是要甲一栋大楼租起来使用就对，嘛是1个月爱足侪经费啦咱要为着因建新堂来做奉献请咱大家若有感动教师备办心佫有一个补充就是讲，有人讲咱教会都6礼拜聚会，那是爱培灵会什么意思啦牧师只简单讲，咱有时上帝差派伊的即个罗卜来甲咱勉励来甲咱鼓励，就是讲亲像咱的迄个火要互伊较旺较热有人是讲我都有聚会就好其实内这就是讲要见证大家兄弟姊妹备办好，因为咱这是庆祝50周年的一个头一棒就对啦会连续陆续要继续即款的培灵，就是要激励咱的心，互咱对宣教，互咱对教会起造，互咱对服侍，互咱的生命拢定必得到激励所以请毋通即个无彩失去即个机会来受造就来受造就，即点甲咱做补充。过来是19小组人拄有报告了，主要是讲咱的囡仔会当安排互因来报名，赶紧来报名，咱通去统计人数咱即个活动真宝贵即马已经有人外口人来咧问呢咱家己周报咧报外口拢有人来咧问讲恁有要办无安尼，表示有真侪家庭对细囝来参加这足有迄个兴趣就对啦咱对祷告的书开始爱请咱来写见证你有捌见证过，甲写作文字真做咱一个永久的纪念甲鼓励请大家咱伫太北宣传教12月大人囡仔今仔日要转来到咱中间啦，有寄这相片咱来甲看一看因伫宣教的过程这是因去到太北的所在迄相片看起来环境是无真清幽啦你看这是因伫内底聚会的相片安尼有真侪在地三配合进前几日有听见讲因有几个小朋友有个大人小可有胃肠的问题啦感谢主拢真顺遂平安经过，有时咱换到一个新所在，加减拢会水土不服这嘛是咱人生所会拄到的你无去拄，无去面对你就袂当赢过这个挑战好这个报告这个相片，互咱三甲来看来了解来明白。最后牧师佫做一个鼓励啦咱周报伫后壁面大概是伫奉献的后壁面拢会做几项宣导宣导咱今日即礼拜的宣导是讲敬虔甲新生活运动，咱较早捌报告过，就是咱鼓励兄弟咱有一个敬虔的运动，就是每礼拜参加主日礼拜。第二是每礼拜参加一摆祈祷会。第三参加一项的小组也是团契。第四项是参加一项教会事工的服侍。
你讲啊，咱教会有甚物款即个目标咧？这就是咱的目标。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有份参与伫遮做礼拜，祈祷会，小组也是团契，过来一项服侍，鼓励咱大家拢做伙参与。第二项咱遮有写写讲山田呐、口田、脸田、心田，有时咱一个真水学老的话会鼓励人，面心拢甜是咱富强教会一个目标搁另外准时的运动，鼓励咱大家安尼聚会，安尼唔通迟到，就是提早到准时就是提早到。第三就是讲咱坐头前咱最近咱足侪兄弟拢对第2排开始坐表示讲咱大家有咧鼓励有差呢后摆毋茫讲第2排拢烧坐要坐就对啦最后一项是讲，咱邀请咱的兄弟有诶可能出外去，也是讲久无来啊。你通看见讲，某咪兄弟需要甲关心，咱甲邀请伊倒来聚会，伫线顶的，若时间会好势，嘛通倒来到实体的聚会，互咱感觉讲足烧脑啦咱有时咱的第1场礼拜即马有时拢会超过差不多300个咧300个所以茫讲这个目标会当达到。咱是有一个期待啦，一个目标。茫讲咱庆祝50周年的时阵，咱的聚会人数会当2场的礼拜会当500个，咱疫情了后小可有较落去咱茫个甲回热鼓励转来。茫咱的祈祷会拜5的祈祷会会当达到100人。咱有一个目标，咱就会去努力嘛，去招人，去鼓励人，去邀请安尼鼓励咱大家通过这个大家共同的目标，做伙来打拼。咱甲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即时，请咱三角起立，来吟上营的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献诗煞，咱要请夏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角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来灭道闭会。今仔主日礼拜到这，大家互相请安交谊，祝大家平安喜乐。